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提姆·凯恩星期一联名致函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呼吁教宗谴责在中国发生的破坏宗教和践踏人权行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的破坏。这两位参议员在给教宗的公开信中说，多年来中共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口发动了极权恐怖行动，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的人权在教育营遭遇了难以言状的践踏，而他们的亲人却得不到任何答案或支持。中共让无数的妇女接受强制堕胎、绝育或者非自愿使用避孕手段。去年，东突厥散的生育率下降了24%，这是专家所描述的人口灭绝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寻求铲除奴隶制和强迫劳动之际，在东突厥散，这些做法仍被用作社会控制和经济进步的工具。这种系统性的一贯不公和侵权行为都发生在把践行信仰和文化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框架之下。简而言之，中共正在对言论、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观念本身发动战争。美国驻荷兰大使馆官员会见了维吾尔人。美国驻荷兰大使彼得·霍克斯特拉原计划于2020年10月20日在与欧洲东突厥散教育协会成员会面共进午餐，但是由于武汉病毒大流行而无法参加会议的大使派了大使馆官员替他会见维吾尔代表。美国使馆官员池先生会见代表团时，听取了维吾尔族的情况并回答了提问。会议期间，美国官员与维吾尔族代表团就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协会主席阿布都热赫曼·阿卜杜拉向彼得大使赠送了手工编制的维吾尔族地毯。台湾东突厥散协会呼吁国际奥运会组织取消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台湾东突厥散协会主席何朝东在台北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所以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他强调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大多数维吾尔人居住的和田和喀什地区，婴儿出生率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下降了60%以上。我们呼吁所有关注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的人，继续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要求其取消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奥运会。如果国际奥委会不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大规模抵制奥运会，而国际奥委会将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成为第二个被羞辱的全球组织。在欧中关系持续紧张，中共当局加紧以贸易手段报复澳大利亚之际，中国开始针对澳大利亚严重依赖对华出口的棉花产业，劝阻中国纺织厂使用欧棉。据欧媒报道，澳大利亚2家棉花行业组织澳大利亚棉花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当·凯和澳大利亚棉花货主协会主席欧莱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行业已经清楚，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一直在劝阻本国纺织厂使用澳大利亚棉花。澳大利亚几十年来一直向中国出口棉花，是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澳大利亚每年的棉花出口可高达25亿美元，约65%流向中国。自澳大利亚2018年指控中国干预其国内事务后，欧中关系开始恶化。今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对武汉病毒疫情在中国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两国关系进一步转坏。台湾驻斐济的商务办事处举办双十酒会，日前导致海峡两岸官员发生肢体冲突。综合报道，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本月8日在当地酒店举行双十庆祝酒会。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人员要进入拍照取证时，被台湾办事处人员阻止，双方发生推挤，冲突中各有人员受伤。事件在台湾引发巨大愤慨，各党派都发声谴责中国的战狼外交。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驻斐济大使馆2名官员企图擅闯会场，并拍照搜集宾客资料，在台湾驻处人员劝阻时还暴力相向，致台方人员头部受伤送医，甚至还诬赖是遭台方人员攻击。台湾爱好和平，将继续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一同庆祝双十节。中国驻斐济使馆的说法是，当晚台湾机构人员对在同一酒店公共区域正常执行公务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发起语言挑衅和肢体冲突，造成1名中国外交官身体受伤，物品受损。